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初9。以赛亞書26章4節安尼講：恁着倚靠耶和華，直到永遠。因為主耶和華是永遠的石盤。大家來祈禱，做願永遠的石盤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氣力，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山寨，阮的救主，阮的上帝，阮的石盤，阮要倚靠你。你是阮的盾牌，是救阮的角，是阮的冠带。阮要求叫你的名，也要学罗称颂你的至权至大。主啊，在阮拄着灾难的日，大水特别将阮淹没的时，你坐咧做王，你掌权伫万有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慈爱款待阮，求你予阮通秘伫你的内面，因为阮要倚靠你，直到永远。因为你是阮永远的石盘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感謝主，咱若逐時逐刻來倚靠伊，就咱的主，伊要是咱永遠的石盤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